所有咧喺感情裏面咧反覆俾同一個人傷害，或者咧唔同嘅人，但係咧有同樣嘅結局嘅朋友，依家咧我勸你立即停止啦，唔好咧再睇嗰啲咧教你點樣去傾偈嘅文章，嗰啲咧係救唔到你，因為你嘅問題咧唔係你唔識去愛，而係咧你根本唔夠膽被愛。好多人咧喊住就問，點解咧我總係遇到唔啱嘅人呢？但係咧當啱嘅人咧真係出現嘅時候，你嘅潛意識第一個反應係啲乜嘢呢？你會諗佢幾時會走呢？佢係咪扮愛我呢？又或者你會諗自己有冇咁好命呢？其實你個心咧提早已經推開對方，再喊住問自己咧，點解又係被分手呢？唔係得唔到愛，你怕嘅係咧得到之後再失去。所以咧你寧願咧喺一段爛嘅關係裏面，因為爛嘅關係裏面咧，你痛呢一個感覺你係最熟悉。你喺紙上面咧隨便咧畫一間屋，唔係畫一棵樹，就可以暴露咧你潛意識嘅真相，你嘅防備，你嘅不配得感，你對幸福嘅恐懼，全部咧都藏喺嗰支筆裏面。你敢唔敢咧俾自己真係被愛一次呢？如果你想吸引真正嘅幸福，可以留言111，簡單咧畫一幅畫俾我。